商业版除了是年少样版内，看灯笼、看灯会，咪係建议的引进发通。今年台湾灯会提苗栗潘、苗栗연수工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郑林米辉，录设计嘅一种彩球灯笼，用铁皮作为发布，两年经变过后，接做出的同球形的彩球灯笼，也呼应建国100年的主题，做出100个诗，看起来个富贵喜气，同时同传统的设计冇共用，冇用乜嘅做嘅颜色呢一啲东西，常用部位都展现出有技巧有匠嘅成果。太太細細嘅發布彩球燈籠，個個亮亮，喜喜融融。贺神球啦，哈，也去做生日啦，哈，也不开我个喜事啊，哈，大家就会挂起来，哈，都拜做安阳的哈，来传下来啦。古说像来过年啊、过节啊，哈，大家有行啊欢喜哈，哦，不卡安尼挂一只红红的哈，哎，当喜气安尼啦。台风帶係用喜氣嘅風化，個規嘅調垂式嘅花，可能經常改變，所以本人感受到現在嘅鬧熱氣氛。營業醒目啦，哈，好開工啊、開店啦，哈，開市啊，哈，全部有個彩球的，用個塑膠的哈，兩下班有壞鐵的啦，風吹雨打哈，啊，你個東獎哈可以用得很久。有個呢彩球哈，你不卡呢搖搖晃晃哈，就懂心情懂快樂。燈籠的路條板唔但強盡天風ರೂ，眼接輕點未到為主。在你每回13歲出合作採風，已經有50多年嘅經驗咧。因為今年台灣燈節喺苗栗，佢就想到用客家發布來做材料做燈籠，每當就從事嘅設計嘅建國100年，100個融合。設計100，因為是100年嘛，設計一個直的2個球。那就是100，那等於說哦，張燈結彩，這樣子，哎，這樣是不是100哈？啊，然後就2個彩球配合這個燈，那我們就是100，就張燈結彩賀新年。這個建國100當主題的這個，我覺得非常特別，因為這種它用全手工做的，然後有桐花，有這些牡丹啊，用這樣的素材，而且我剛剛到它工廠裡面看，每一塊都是特別剪出來的。所以那個布的整個的開發，原來它的成本那麼高，是因為這樣來的，很獨特。牡丹花哈，就係富貴花啦。有時候講牡丹就富貴，我哋都老有講富貴花開，花開富貴，吉祥如意，就聽人哋名嚟做我們的主題啦。老家花做重心，我就花一隻板的，cái板的對動我就開一隻孔，然後cái花看嚟對位數，就來個花起來，花起來，還要做啲刺個花安尼吼，做起來吼，做20塊，然後做一隻球的，做起來一好看啦。一張一張染，慢慢的畫，慢慢的剪，完全手工製作，無法塗鴉。我們這個桐花布也是一樣，比方說它這一朵的幾種比較多，那我們就在這裡起大的，像這個比較小的，我們就用小的桐花來做。下發布買了個後，可以經過貼片嘅處理，這樣做得做。但像安尼一種布的吼，其實硬度唔拿啦，吼啊，你做的話，給比較創意的東西哈，又唔係像人講用個樹頭哈去做一隻地杯上的安尼哈，佢也唔係用顏色來做啊哈，我就將手哈，你用個雕這個寸布哈，把它落去啊哈，佢就會硬長嘅，硬長起來就唔會圓的東西唔會變形啦。用發布做燈籠，整理每回唔係貼住沙，所以佢咪慢來到苗度到街路空去看。也係老做燈籠嘅師傅請教，專為佢設計日做，冇人做過嘅造型。愛做個文創嘅作品啦，哈，做唔得老嘅傳統嘅腔樣嘅哈，啲愛有特色啦，哈，而係磨動細心去做啊，哈，做出來嘅花係亂亂哈，也唔好看啦。
花布的吼切下来后吼，因为其实圆的嘛吼，你若给花瓣啊吼，把它晕起来吼，让它有一个花瓣，不说还会分到三角形的，三角形让给它花哈全部凸出来哈，有立体的感觉。给你的花瓣哈爱选晕钩，冇晕钩吼，它会变形。安用还蛮松呢，剪好润好嘅花布，係撈是幾公里嘅金葱線，慢慢嘅插到一地嘅布行。因为咧演咧吼，较唔好滴啊吼，有导演动嘅时节做安样动啊，安样动嘅距离啊吼，就唔会动夹，冇法突破夹。在车的时候吼，因为你也不能长度啊哈，不能超过个5倍啊哈，因为做起来全部都有顺风啦。好，因为有下巴要做出来啊，落去哈，痛你吧，带海布会做出来，安尼又唔讲的啦。跟你做要先比呢，一扎一扎我系哦，个广东多呢，又唔系讲单枪一匹哦，又按20匹当做到一扎。就算前置工作做好，開始組合。2片一天愛平高，做唔得一隻高一隻大，佢做出來又唔好看的。如果看起來只像一片，你唔好看到講我變成2片來做出來就唔講哈。佢我哋是將個花瓣先撈佢夾起來，花瓣組合起來，個花瓣裝好起嘅哈，你這樣做得講哦做帶做下背哈，樓面安尼，但一隻做好起嘅下2組嘅。只會鋪就東多，但長氣揸四齊 Q， 隨用半年嘅時間嚟做。下年揸3尺大嘅超大齊 Q， 為2年嚟做。因為佢花嘅較太累啦，好像係刺個太累嘅安尼吼，每一扎嘢呢吼，全部同樣嘅吼，轉去全部同樣花樣嘅，佢安尼吼較上中部嘅吼，因為佢花安太累吼，一麻布啊伫背吼，一種。就有2朵花同樣的啦，不說你再做起來哈，都係10麻布的啦，就3-4尺做一紮。如果就係採購燈籠，唔但搶好試好料就好顧，組合嘅時節每位動主意，對好大家花種嘅風向老為個，嗰邊春土草葉唔做粗配，在你每回仲不會嘅提示，展現出嚟冇構種嘅特色老美感。